带去看世界来关心世界上届长会寿的人瑞玛利亚莫瑞拉20日过身，伊是食到117岁。玛利亚·艾莫瑞出来的人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讲，这位当今世界上上长退休的士大人，20日在困梦中过身，享受117岁。今是世界纪录界发文证实，玛利亚以117岁过168天，将在史上认证年纪第8悬的士大人。玛利亚1907年3月初4，伫美国旧金山出世。这个时阵，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搬返去西班牙，一生经历过1918年流感大流行、2遍世界大战，还有西班牙内战。2020年，伊伫咧庆祝113岁生日了后，无久就感染新冠病毒。好佳在伫房间内面居家隔离了好势。2023年1月，法国修女安德烈过身了后，玛利亚就正做今世世界纪录认证，全世界上长退休的士大人。伊的人生最后20年，拢踮伫咧西班牙东北部一间安养院。伫过身进前一天，发文讲感觉身体诚虚，尾仔因的出来人就证实玛利亚已经过身。老人学研究组织表示，伫目前世界上上长退休的士大人，将会是今年116岁日本兵库县芦屋市的细冈父子。公司新闻张伟玲、吴其昌编译。